大家好，很多人问火供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很多人知道，经常有做火供。火供的意义来说的，就是要增加福报。当然，就是在一个修行人最了解人生中的所有的顺利与不顺利，或者可以说幸福与不幸福，完全都是看过去的福报。过去你就有种了很多福报，那么这一世当中呢，一定会过得幸福，一切事情都是非常顺利圆满。但是如果是你过去生没有什么福报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世当中呢，一定也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幸福感、顺利、健康等等这些一切，因为这就是因果。当然人生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生的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个生与死也是不止一次。我们死了以后是不是没有下意识？当然不对的，就是我们还有下意识。所以我们在一直都是在轮回当中呢，就是在一直投胎一直也是在投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福报也不是说是这一世当中有多少就多少，我们要跟潜意识，还有我们要考虑下意识等等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有两种利益。第一种利益是什么呢？这一世当中所有的事情要顺利，所有的障碍，过去所造的业的一切障碍，我们修行的情况下，大的障碍就变小，小的障碍呢变消逝那么就是更圆满一切福报。所以呢，就是在生世当中呢，就是一个修行人修得好的情况下，从修行开始就一直往好的路上走，相当也是这样的，每一世都是会越来越好，最后会成佛，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火供呢，就是最快速增加福报的，最快速消除业障的。所以特别呢，就是有像今年这样的一些疾病各个方面各个严重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做火供跟大的烟供，这些是最重要的。所以普巴金刚杵杖火供呢，就是本身就是有火供。那么特别呢，就是今年安排为了疫情早日消逝，所以呢特别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健康方面的那就是要更增加一些所以呢火供的功德本来就是非常大特别呢就是今年因为人类的世界就是遇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特别为了全球特别为了台湾所以做更殊胜的火供，就是这样。谢谢大家。